你好，我想要帮我先生挂号。好，我想要同我老公挂号。好，我想要同我老公挂号。请给我病患的身份证和健保卡。这里。请帮我phạm家嘅身份證同健保卡。列行。請幫我phạm家嘅身份證同健保卡。列行。您先生的手機號碼是多少呢？你老公嘅手機號碼係幾多號？你老公嘅手機號碼係幾多號？0123456789。0123456789。0123456789。好，您想要掛哪一科的門診？骨科。好，你想要掛哪科嘅門診？骨科。好，你想要掛哪科嘅門診？骨科。請問您有指定醫師嗎？請問你有指定醫生嗎？請問你有指定醫生嗎？王醫師，今天上午有額滿嗎？王醫生，今邊早晨有滿額嗎？王醫生，今邊早晨有滿額嗎？可以為您掛號。今天王醫師門診在1樓1診。是在同掛號。今邊王醫生門診坐1樓1診。是在同掛號。今邊王醫生門診坐1樓1診。您的序位是65號。好的。你嘅號碼係65號。好。你嘅號碼係65號。好。先生的身份證和健保卡。這是張俊芬先生嘅身份證同健保卡。這是張俊芬先生嘅身份證同健保卡。這張是掛號單。這張是掛號單。這張是掛號單。1樓有志工提供身高、體重和血壓的測量。1樓有志工提供身高、體重同血壓嘅測量。1樓有志工提供身高、體重同血壓嘅測量。謝謝你。羅拉魚。羅拉魚。